你好，歡迎嚟到呢一刻嘅寧靜時光。唔知你有冇過咁樣嘅體驗？有時候即使乜都冇做，都會感到身心俱疲；而有嘅時候，即便面對挑戰，亦都覺得精力充沛，充滿希望。你有冇諗過呢？背後可能唔係運氣，而係一種我哋睇唔見卻真實存在嘅能量喺主導。今日我想同你分享一個顛覆性嘅模型，大衛霍金斯嘅心靈能量層級圖。佢就好似一張心靈嘅 GPS， 能清晰咁話俾我哋知，此刻我哋正處喺邊個能量頻率上，以及點樣導航去到一個更高級、更有力量嘅生命狀態。核心理論介紹能量地圖同測試方法。大衛霍金斯博士係一位精神科醫生，佢通過幾十年嘅研究，發現人類嘅意識狀態可以用一個從$20到1000嘅數值嚟衡量。數值越低，比如喺20嘅羞恥同30嘅內疚，我哋嘅能量狀態係收縮嘅、無力嘅，甚至會損害身心健康。而數值越高，比如到咗500嘅仁愛、540嘅喜悅，我哋嘅能量係擴張嘅，充滿創造力嘅，不只能滋養自己，仲能影響身邊嘅人。咁你可能會問啊，呢個數字係點樣得出嚟嘅呢？霍金斯博士使用咗一種叫做肌肉動力學測試嘅方法。簡單嚟講，就係當一個人接觸到唔同能量層級嘅資訊時，佢身體嘅肌肉反應會有所不同。接觸到高能量資訊時，身體會變得有力；接觸到低能量資訊時，身體會瞬間變弱。當然啦，呢個方法喺科學界仲有爭議。我哋不妨先將佢睇作一個非常有趣嘅隱喻同埋自省工具。佢嘅價值在於為我哋提供咗一面睇清自己嘅鏡，關鍵層級解讀，一場從低谷到巔峰嘅旅程。而家讓我哋一齊走上呢一條能量升級嘅路線圖。我哋從最底部開始，想象一下羞恥20嘅感覺，就好似墜入深淵，恨不得自己消失。往上一啲係內疚30，總覺得自己做錯咗乜嘢，不停咁自責。再到冷漠50，呢個係一種絕望同無助，對乜嘢都提唔起興趣。然後係悲傷75，深深嘅失落感，住心缺咗一塊。仲有我哋都好熟悉嘅恐懼100，焦慮擔心，總覺得有壞事要發生，以及慾望125，想要更多，永遠填不滿嘅空虛。注意咗，跟住落嚟，我哋將來到一個至關重要嘅分水嶺，200嘅勇氣。當你處喺勇氣時，一切開始變得不一樣啦。你從被動抱怨轉為主動創造，從逃避問題到嘗試解決，生命從呢度開始獲得咗真正嘅力量。跨過呢個門檻，一路向上，風景越嚟越好。中立250，你能靈活咁應對生活，不固執己見。理性400，智慧同科學喺此綻放，但係有時會過於理性。仁愛500，呢個唔係普通嘅愛，呢個係一種無條件嘅慈悲，發自內心嘅關懷。到咗呢個層級，你嘅存在本身就係一種療愈。再往上，喜悅540同平和600，係深深嘅寧靜與內在嘅狂喜。而頂級嘅開悟700到1000，則係同宇宙合一嘅至高境界。實踐應用，
我哋如何提升自己嘅能量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想，呢個理論好正，但係我該點用呢？我哋唔可能啪一下就從恐懼跳到愛，但係我哋可以有意識咁一步一步咁向上攀登。呢度有3個非常實用嘅方法，你可以馬上嘗試。第一，自我覺察，俾自己嘅情緒貼標籤。當你感到煩躁嘅時候，問問自己，我而家嘅能量喺邊個層級？係喺憤怒嘅150，定係喺恐懼嘅100？僅僅係覺察到佢，你就已經開始咗轉變。第二，主動選擇你嘅環境，你攝入嘅資訊決定咗你嘅能量狀態。試住減少瀏覽嗰啲充滿憤怒、焦慮嘅新聞同埋社交媒體，多去接觸大自然，閱讀經典嘅智慧書籍，聆聽高雅嘅音樂，欣賞偉大嘅藝術作品。呢啲嘢都承載住極高嘅能量頻率。第三，練習勇氣同慈悲，呢個係2個最強大嘅槓桿，去做一件你一直有啲害怕但正確嘅小事，比如主動打一個電話，或者開始一項運動，同時練習對他人乃至對自己保持一份寬容同理解，一個善意嘅微笑，一次內心嘅傾聽，都能夠瞬間提升你同他人嘅能量。結尾升華主題，發出號召。所以親愛嘅朋友，大衛霍金斯嘅呢張能量地圖，最終話俾我哋一個樸素嘅真理：你嘅內在狀態創造你嘅外在實相。你每一個升起嘅念頭，你選擇嘅每一種情緒，都喺為你嘅世界投票。你係選擇停留喺指責與抱怨嘅低能量中消耗自己，定係選擇邁出一步，用勇氣同愛去創造一個更積極、更光明嘅生命體驗？呢份能量唔單止屬於你，佢亦都會好似漣漪一樣擴散出去，影響住你嘅家庭、你嘅職場，乃至整個社會嘅集體意識。提升你嘅能量唔僅僅係為咗自己，佢本身就係我哋對呢個世界所能做嘅最美好嘅貢獻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希望呢張心靈地圖能為你帶嚟一啲啟發同力量。從下一個念頭開始，選擇成為一個高能量嘅存在啦。感謝你嘅收聽，我哋下次再見。